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食饭时间一个到，感觉巴肚枵枵，大家感觉饿长饿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的这一日，就是饿第7条。这个饿就是枵的意思，代表讲巴肚空空，想要食物件的感觉。像咱咧讲一顿无食，饿袂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饿鬼。字面的意思是讲枵饿的鬼，代表一个人足枵塞，想要食物件的形。用来骂人贪食的话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咱新闻嘛常常讲到，人讲好囝唔免坐，坐囝饿死爸。字面的意思是讲囡仔唔免生坐，若是囡仔生坐，佫无友好父母，安尼时大就会饿死。代表讲是世爱友好父母上介重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好囝唔免坐，坐囝饿死爸。囡仔若是无友好父母，时大嘛拢无好天成绩好来娘，拢安尼挺成囡仔，就会春晚要做饿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饿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